呢個就係俾太陽曬住皮膚10幾年嘅結果啦。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一張相，係一個司機啦，佢長期坐喺架車裏邊，但係長期曬住半邊面嘅喎，嗰半邊面係巢曬皮啦，好誇張嘅。呢個就係俾太陽曬住皮膚10幾年嘅結果啦。揀防曬產品一定要留意嘅就係防曬分兩種，物理防曬同埋化學防曬。物理防曬一個成分，譬如 zinc oxide 咁樣，已經可以防曬 UVA 同埋 UVB， 佢留喺皮膚嘅表面啦，折射啦，同埋阻擋住紫外光進入皮膚。搽防曬之前一定要用埋 Efficacy， 維他命 C 係膠原增生同埋抗氧化嘅關鍵。呢一支 Efficacy 日頭都搽得，有10% 脂溶性維 C， 滲透力係普通維 C 嘅3倍，而且溫和到連敏感肌都可以用。UVA 深入到真皮層，係皮膚老化嘅元兇之一嚟㗎。而 UVB 咧個 B 就係 burning 嘅意思，佢傷害嘅皮膚表層啦，即係話會變紅啊、變黑啊、甩皮呢啲咧就係因為 UVB。PA 就係 protection grade of UVA， 咁後邊有加號咧就要睇下佢對 UVA 嘅防禦能力啦，而每個加咧係可以延緩2至4倍。UVB 就係睇 SPF sun protection factor， 咁 SPF 後邊嗰個數字咧就即係話可以將你曬傷嘅時間延長幾多倍，譬如 SPF 30啦，咁即係話我曬傷10分鐘乘30倍就可以真係保護到300分鐘啦。